针对台积电这届投资，有专家表示，这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讲，应该算是利空。嘛建议讲，这台积电会当先用拖的，因为这美国建厂的速度会较慢，讲袂定等到2028年这全破落台了后，台湾也是会当保持咱半导体优势。台积电宣布对美国扩大投资1000亿美金，市场的无确定性扩大。伫初节，台股开盘小盘19.2点，尾是庆行上悬到22,747点。上尾是挡袂牢维亚指数，搁在平5盘破150点，到22,557点。台积电以平盘开出，尾股价上加到1000块。我们可以说，美股的基期相对比较高，开始往这个基期比较低的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科技股来走。台积电到美国投资之后，是不是会对它的毛利产生影响？影响台积电的未来的这个投资展望？市场的无确定性有关，专家讲，总体经济面，台积电增加对美国投资，再加上美国对墨西哥扣税，所以可能会对越南甲印度也扣税，将会逼这寡设备大厂甲台积电做伙前去美国。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，对台湾的产业是不利。从产业的角度呢，就是担心，因为台积电是霸占好，所以当台积电过去以后，它的上下的供应链跟着过去，就会产生空洞化的疑虑，也会影响到呢台湾的总体经济跟 GDP。专家分析，若是台积电去美国投资的积极度达到100%，台湾的息顿将会无去，建议台积电用拖等待改变。在美国建厂效率差、行政效率也差的情形下，4、5、6厂呢，可能等到规划好要盖的时候，都已经是2028年以后，川普总统已经离开位置了，所以我会建议台积电采用以拖代变的战略。但主王认为，虽然台积电美国厂也会增加3座晶圆厂，但是美国建厂的效率正低，一个厂伫台湾起好要2冬，伫美国可能要4年。只要投资执行慢慢来，可能有机会维持台湾适当的战略地位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